美琪真係正啊！美琪真係好正啊！睇緊邊個美琪啊？係咪你個秘書美琪啊？老婆，我唔係睇緊我秘書美琪啊，我係睇緊美國指數期貨嘅美琪啊！今日我又賺咗啦！你睇？係喎，美琪指數大上大落喎，我都好想賺錢啊！但係我唔知邊度買又平又抵咧。要有平有低，梗係跟要財啦！買美國期貨、外匯期貨、環球期貨同埋日經指數期貨，完全唔使用，唔收平台費，唔收實時報價費，開戶仲送你美金800蚊錢，快啲下載要財豆豆 App 開戶。或打23431428查詢啦。